兄姐大家平安，感谢上帝恩典甲怜悯，互咱伫伊所定着时间同齐来敬拜伊。会记得伫个2礼拜前，甲大家分享一个好的管家，伊应该爱有忠心、警醒、有见识，常常好款待人。但是到底这款的好的管家对咱来讲，迄个意义是安怎？昨参加一个聚会，一个祈祷会。这是对伫1960年代，伫罗马的梵蒂冈教宗就发出命令，要求全世界所有天主教的教区，拢着爱积极甲分离的兄弟来做阵办祈祷会，有一个合一的见证。对伫天主教的系统来讲，称基督教会叫做分离的弟兄。意思就是讲吼，这个家吼，上帝信仰的家伫这个所在，但是有一群人哦，因无安尼讲啦。但是敢若亲像迄个第二囝同款吼，暂时走出去。所以到即马哦，到昨昏我听洪山川总主教吼，伫祈祷的中间，犹原同款是讲分离的弟兄吼，实在伊遐久，伊可能内部的压力真大。因为洪山川总主教是澎湖人，是台湾天主教会历史以来第一个台湾人做总主教，过去拢毋是台湾人做总主教，第一个台湾人，伊真关心、真疼惜台湾，所以一直甲基督教会保持真好的关系。伫过去几年办这个祈祷会，毋捌听伊用这个用语，但是这个用语是天主教1000年来因按甲东方正教分开了。然后500年前，佫有基督新教出来了，天主教会一直咧用的，就是遐分离的兄弟啦。毋茫因会当转来。这个祈祷会当然无要紧，各有立场，各自表述。不过总是一个合一的祈祷会上顶啦。大家会当最近参加这个祈祷会吼，伫这中间听到一项事，我想这对咱台湾基督教会也真实在，因为所有伫台湾的教会吼。踮伫原住民的区域，同积极的宣教的吼，天主教甲长老教会，然后咱知影有部分的真耶稣教会吼。踮咧花莲火车站，咱若注意看花莲火车头，你行出来有真多就咧卖在地的名产，有一个担是一个原住民的姊妹在卖，伊个查某囝踮咧边伊卖啥物？原住民咧买的物件，当然因在地同好的就是啥物物件，对原住民因咧种，因踮咧种小米，种小米了后做啥？小米酒吼，一罐一罐小米酒伫遐，所以有人按遐边过，这个姊妹吼，这个小女孩7、8岁来讲，来，请你来买这个小米酒，人行过都咧看讲。哎呀，怎么这么小就来卖酒呢？哈，这样你细汉就咧卖酒。这个查某囡仔讲一句话，伊讲吼，我们的心很暖，但是我们的肝很硬。伊讲我的心吼，我的心真软啊，但是我的肝真硬。这句话真有学问呢。伊遮咧讲的心甲肝是两个层次的物件。对不？伊迄个讲的肝是安怎？人即个肉体内面、肉体内面迄个肝发挥功能的肝，但是伊咧讲的心，敢是伊的心中的心？毋是啊！伊咧讲的心是啥？伊是讲我们原住民本来都是很有爱心，都是对人很好、很热情。伊咧讲的是迄个心嘛，敢毋是？对不？阮真乐天阮真欢喜，甲人分享。伊咧讲的是即个心。但是毋知影是甚物原因，对伫一个7、8岁查某囡仔来讲，伊毋知影是甚物原因，为什么我看阮的部落内面，遐阿伯阿叔遐长辈，哪会遐侪人肝无好？我们的心很软，但是我们的肝很硬。这句话在甲咱提醒，咱每一个人的心，咱的心思意念，咱拢期待天父上帝，咱的主人生命的主人伊会当来引带来保守，除非咱有一个好的心、柔软的心，
咱的生命的眼光才有可能改变。咱甲人的关系，咱足侪头前的路站，才有可能行出来一个咱讲无共款的款式。所以，咱今年因为建堂、建人、建堂、建人这款的意向目标，特别咱会看到年体建堂，咱慢慢咧行，但是软体人的起初、生命的起初，恳求圣神引带咱，互咱会当一步一步愈行愈稳。这中间，咱今年开始这个功课咧讲，就是关系的角色。一个好的关系，好的关系，上帝主人交托足侪物件，交托足侪。按那2礼拜前咱讲好的关系，应该爱有这4款咱分享的元素。所以，在讲到这个关系的时阵，咱最近来读下骹历史、青色这个部分哦。逐人预备来，逐人所要所受的恩。照上帝百般恩典的关系来诚做上帝百般恩典的关系。真侪时阵会帮助兄弟姊妹讲：哎呀，上帝啊，上帝安尼好款待我我做5万讲会当做，但是我感觉我什么拢袂晓咧，会袂？有当时还帮助一款兄弟姊妹讲：我好像什么都不会啊，我这个也不会，那个也不会，我拢袂晓，我真含慢。我哪有什么款的恩典，袂晓做什么？有当时咱会安尼想教会。圣歌队长招募团员我袂晓唱歌这个敬拜组讲无咱来做交代我袂晓讲话咱足侪袂晓啦，有影对无？这项也袂晓，迄项也袂晓，敢若好亲像我做这个关系，我到底要关什么？我领受着什么？咱今仔日要按生命这个角度来切入，总共分析的部分来甲大家做阵分享。同要紧的第一项。上帝如果真正什么恩赐拢无互你至少互咱性命，互咱活命，对无？诗篇36篇第9章，诗篇36篇第9章，伊安尼讲，因为活命的源头是在伫你遐，活命的源头是在伫你遐。诗篇36篇第9节，我无逐赞拢要甲拍出来，拢拍出来，咱就愈来愈平淡，拢歪言圣经是的。但是踮咧咱周报内面有啦，周报内面有写。活命的源头是在伫上帝遐，所以咱每一个人已经所领受到同大的一个交托，就是性命，就是性命咱看到这个所在讲，上帝互咱做的托付，这中间有才能、有金钱、有关系，同重要其实是性命。你看这几个图，到底多一个图你较介意？美金遐尼多拉甲龟头骹。也是讲亲这这个有这金钱的恩赐，也是讲亲像这个囡仔，遮细汉就开始跳芭蕾舞真细汉就开始栽培，有这款恩赐的人才会跳也是讲会当像这个酷哥唔知是毋是即马叫做首富，是毋是是台湾第一好嘅唔知，不过甚至上帝嘛可以有这款趁钱的恩赐也是顶头这个图是什么人啊？咱敢会记伊卖菜啦，毋啊叫什么名甲高雄市长敢若差一字来尔是咱有受托，真够卖菜呢。一个卖菜的人会当一年奉献100万，要安怎想象？会当一年奉献100万同志一个月赚毋是营业额赚以外，佫都爱家己食饭，就算拢莫接触。到底怎经营？咱这专业人士，什么人会当亲像安尼？坦白讲想都想无呢。一个卖菜当靠卖菜，其实重点毋是咧卖菜，重点是伊受托的性命，伊安怎去看这项？所以咱会讲，哎呀，我什么也袂做我行动较慢，我年纪安怎？等等这个，到底上帝甲咱交托互咱的恩赐中间，咱今仔要讲同要紧，就是迄个。性命啦，今仔日咱会当喘气，咱会当活地，这项是不得了因为一开始上帝的创造嘛是照遮来，这个交托托付叫做 entrust，entrust，交托互你是一个信任的缘故，所以交互你互你看你安怎去处理，所以咱同重要领受到。其实是生命活命这项圣经甲咱讲，
对创世纪一开始，就咧甲咱讲，上帝是创造出来，踮伫爱甸乐园，有足侪树木，逐个树木拢有结足好诶果子哦，毋是干那迄丛树会结果子，足侪树木拢会结果子。独独有2丛树，上帝特别甲好名。剩诶树木咱拢毋知影叫啥物名，拢是马啊遮诶老师啦、科学家啦、生物学家、植物学家才去甲好名，对无？咱今仔日为虾米叫做巴拉番石榴？为什么叫巴拉？迄是马啊人甲好诶，上帝无好即个名吼。上帝好2丛树诶名，一丛叫做啥物树？活命树。一丛叫啥物树？善恶好歹分别好歹树。上帝敢若好即2丛树诶名，好名意思就是安怎？代表父母诶心情，代表创造主诶心情，对无？你甲囡仔好名，你要甲好啥物名？代表你诶心情。昨去探咱一个姊妹，对旧年7月才来咱教会，叫怡君刘怡君。会记得我讲旧年6月有一个34岁诶台北大学诶副教授心肌梗塞过身无？就伊诶太太，吼，伊6月过身，34岁那尔，伊诶太太迄阵巴肚已经有新啦。感谢主啊！上帝怜悯，伫个1月初4生出一个婴仔，3500吼，3500公克。我敢问讲名好好袂？啊袂，哦，好名太重要。即阿嬷嘛有意见，阿公嘛有意见，连即个囡仔阿祖查某祖佫伫个，吼查某祖啊！即摆因为咱捌讲过伊诶故事，所以即个好名就要紧诶。啊，对伫妈妈来讲，就望爱好一个甲信用有关诶，吼甲信用有关诶名。即个好名代表父母诶心情。上帝伫创造诶中间所有诶树内面，一丛是活命树，一丛是分别好歹的树。伊要甲人讲，受创造的人讲你也去注意这人树，特别是这个活命的树。但是偏偏人安怎？咱的祖先去看到什么树？目睭去看另外一丛叫做分别好歹的树，因为想讲分别好歹会当互家己看是毋是亲像上帝共款。人无去注重性命，人常常注重好歹。你有发现无？对创造到即马，咱犹原嘛共款安尼。到即马，咱是毋是常常咧看四周围？即个好人，即个歹人，即个我甲伊斗阵 feel 较好，迄个吼保持一个关系就好啊，吼。人常常伫好歹中间，踮咧做分别。人煞无去注重遮个分别内面迄个性命。上帝要爱咱看迄个活命的树，迄丛活命。但是咱较想要看，常常拢是伫个迄个分别好歹，所以咱一直想要去挽迄个果子，咱较无去注重对上帝领受活命。咱若看到正平即8度，原底无活命的时阵高达，但是你若接受活命的时阵是青翠的。但是人较想要倒平迄个图，我想看若好食的果子，到我会下的，我就挽。无一定逐个果子你拢想要食。无一定，逐个人你拢感觉伊是好人，共款做一项代志，你有无共款的解释？因为迄个想要做分别好歹的主人的心，甲咱拔掉。这是伫上帝创造的时阵，咱离开较无彩的所在。嘛，因为安尼，咱讲人犯罪，对无？创世纪一开始讲上帝创造活命的树。虽然讲伫历史的内面人犯罪，但是怜悯的上帝无因为安尼就将活命的树甲换一丛无，所以一直到圣经上尾一章哦，对圣经一开始到圣经上尾一章，活命的树佫走出来。伊只安尼讲天使佫报我看城内街路中间有活命水的河，清脆亲像水晶遐尔清亮。上帝甲羊羔的宝座流出来，对上帝甲羊羔的宝座流出来，好的香槟有活命的树，好的香槟有活命的树，结12款的果子，每一个月拢结果子。伊就是这个树树的树叶要成做医治列邦的路用。这甲一开始的活命树无共款啊。到启示了，甲咱讲的活命树，伊要行一项代志，要行医治的工作。所以咱看到上帝
踮伫咱的生命中间交托咱遮尔要紧。所以咱今仔日圣经敢毋是甲咱讲嘛？天中的飞鸟，山里的百合花，这拢是上帝所听，上帝赏赐生命伫因中间。咱嘛是领受上帝的生命，所以咱来记住，这个是上要紧的恩赐。上帝赏赐你我这个生命本身，就是上重要的交托啦，托付上重要的交托，这是第一项。第二项，那安尼咱翻头倒转来讲，生命到底是甚么？咱讲什么是生命？安尼生命到底是甚么？咱感谢主，诗篇65篇第9节遐伊咧讲：你灌溉土地，落雨灌压伊，互伊真水真肥，互伊真肥啊！上帝灌溉，咱看到什么是生命？当你要看什么是生命的时阵，你大先知影，上帝继续咧甲咱灌压。这个生命伊咧看过，伊咧灌压，毋免讲因为小可的软弱，甚至极大的病痛挑战，甚至到有一日咱要离开世间的时阵，你得怀疑讲：上帝，你到底有咧甲我看过无？有。到迄日要倒转去上帝遐，搁伫伊的手头的中间，伊搁继续甲咱咧灌压，咧甲咱看过。这是咱讲到什么是生命的时阵，先爱有的一个信心，因为迄是伊对伊遐来嘛。拄啊诗篇36篇第9节，毋是甲咱讲吗？因为活命的源头是在伫上帝，在伫遐，所以伊家己的负责到底。那安尼，当咱咧讲什么是生命的时阵，有一个真要紧的内容哦。这个生命的特质真趣味，耶稣甲咱讲：得到就失去，失去就得到。拄啊，咱读的圣经上尾啊，第6章33节，咱拢会晓背。伊讲：恁都爱先求伊的国甲伊的义，就遮的物件拢要互恁。先求伊的国甲伊的义，即个伊的国甲伊的义，比食什么、比穿什么拢更加要紧。什么叫做国？国就是甲你命定的嘛。上帝，咱常常听到一句话：上帝的命定。上帝伫我生命中间所定着是什么？迄是伊的国，迄主权在伫伊啊。你袂当挑战上帝讲哪会安尼？互我生做查甫的，哪袂互我生做查某的吼？我足想要穿管搭的，无啦。你若想要穿管搭、穿丝袜吼，会当去夜市。你若袂裤袜吼，咱看华龙街有一摆我就碰着，迄一个查甫的吼，你袂裤袜，伊穿裤袜呢？伊讲我家己爱感受穿裤袜的感觉安怎？我毋知有可能甲姊妹、甲遮欧巴桑来推销。但是上帝就创造我，就是一个查甫的，这是上帝所命定的。上帝互我出世伫台湾，这上帝所定着。有当然我会当牵线，会当牵线来去。毋过上帝的命定就是伊的国，这是一款伊主权性的旨意。上帝一款主权性的旨意，咱来看清楚，这是伊的国。然后爱求伊的义，义咱咧讲的是你的正正当当的行为，就是你的回应，照伊的命令，这是伊要求的旨意。上帝的旨意有两款，一款是伊主权，迄个主权就是伊的本身，你无法度去改变，无法度去挑战，甚至无法度去问为什么你要创造我，对无？这是主权性。另外一款呢是要求有诫命互你，有上帝话互咱。互咱会当回应，照这个命令安尼去行，这毋是干那指一个人，这嘛指一个群体。一个群体若会晓得照这个命令去行的时阵，就亲像圣经所咧甲咱讲的，掠耶和华做上帝，迄个国是安怎？迄是一个群体呢，毋是一个人啊，毋是讲这个国家有一个基督徒，有两个基督徒，哇，规个国家诚做祝福，迄个祝福无够。掠耶和华做上帝，所以伫这个所在咧，甲咱讲，迄款的回应就是照命令。这是主要所咧讲，先求伊的国甲伊的义。所以若安尼时阵，伊遮咧讲的，生命中间得到就失去路，失路就得到。咱咧看赤鸟啊，囡仔吼，咱有机会掠到赤鸟啊，掠赤鸟啊吼，那个麻雀在手上，你若甲定伤严吼，佫惊讲。伊死去吼，有影有可能去互你定甲囡仔伫定的时阵，定甲尾，哎呦，阮那煞袂喘气安尼吼。啊，毋过囡仔足惊安怎？赤鸟伫你的厝，你若甲放伤灵安怎？伊会安怎？伊就飞去啊咧。
但是你甲定真难，你看起来你得到，实际上失去。啊，你甲放松，伊走去啊，看起来安怎你失落对无？啊，毋过实际上你一直会当看到七招啊，在你的生命中间一直会当看到七招。抓伤安，伊会死；放松去，伊会走。世间的角度看，你得到，毋过实际上失落。所以耶稣甲咱讲一句话，若安尼，得到就失落，失落就得到。伊伫马太福音第10章39节安尼甲咱讲到生命中间一个极其奥妙的道理啊！吼，咱讲逆理，所谓逆理就是毋是 A 等于 B，B 等于 C， 所以 A 等于 C， 无法度用安尼去推算，毋用的。A 等于 B，B 等于 C， 但是 A 不等于 C。生命是安尼，得到生命要丧失生命，为着我来失落伊个，要得到生命。这是咱所咧看，迄个生命中间真奥妙的一个所在。所以，伊互咱看到一句话：你怎样处理你的生命生活，会决定你的生命的内容是甚物款。如何处理你的生命，会决定你的生命如何。你安怎？上帝互你遮尔要紧的生命哦，啊，你安怎来处理这个？愈互人就经验愈丰富，但是若家己甲定条条，到尾啊，家己甲揽条条吼，到尾啊。连家己拢会高大去，这是生命真要紧的一个功课。要安怎会晓分享？要安怎会晓互人？要安怎会晓对我付出？要安怎？这个包括要安怎将赦免、原谅交互对方、交互别人，包括这部分，互咱的生命得到丰富。那赦免、原谅，咱家定条条，定伫咱家己的手头，放喺心内时阵。是敢若会愈来愈硬安尼啊！迄个生命到尾会高大去，所以怎样来处理你的生命，会决定你的生命正做甚物款式。这是咱看到主耶稣咧甲咱讲，上帝托付咱同样紧是生命，但是生命有一个足趣味的伊的特性，就是你若得到伊的失落，为了主基督，你甲失落，你颠倒要得到丰富的画面。第三项。那安尼，咱进入一个生命的功课。这个生命的功课，甲咱讲到感恩甲经营。约伯是圣经中间，咱会当讲伊实在是上最倒霉的一个人，对吧？咱看圣经中间所写出来，这信仰的前辈，多一个无犯罪，多一个无得罪上帝，多一个无。看看敢若约伯哦。圣经中间，我讲有记录的啦，无记录的当然毋知约伯到底倒一条毋知，但是有记录的，你看除了约伯，佫甚物人无得罪过上帝？莫讲亚当夏娃，安尼一路行落来，特别是按创世纪11章以后，因为创世纪11章以前创世纪12章开始，亚伯拉罕以来，你看多一个无自私过，啊无安尼离开上帝过，啊无得罪，甚至到大逼，哇，有够凄惨呢！敢若约伯啊，即个创世纪12章以后，咱看到这些人物约伯算是一个义人啊，真正义人。敢若因为撒旦咱看约伯记第1章，敢若撒旦太无聊，圣经是安尼写无聊啊，四界扫来扫去。圣经讲伊扫来天顶地下扫来扫去，无甚物代志做。看到约伯好啊！拄好一个机会，再会甲上帝有迄款的交谈。因为安尼，撒旦太无聊，逼到约伯受苦。但是咱看伫个约伯记第10章12、11，伊原安尼讲，伫安尼所有厝的财产拢无，囝拢大家拢死失，然后家己身躯个生裂啊，受遐尼大的痛苦的中间，伊犹原祈祷讲：你用活命甲慈爱互我，你也眷顾保全我的生命。保全我的心灵，虽然连我的肉体拢已经遮尔痛苦啊，你阁保全我的生命，保全我的心灵，互我会当感谢你。生命中间真要紧的这个功课，伫咱出世以前这个时间点，我毋知你的时间点伫倒。对我来讲，1957 12月29以前，我什么都无做，我什么都无努力，给突然冒出来，对吧？
我什么都无付出代价，忽然间上帝将这个遮宝贝的生命赏赐我，所以咱来学习感谢上帝，感谢父母，感谢上帝，感谢父母，的确互咱的生命的价值，会互咱的生命价值。所以，既然上帝互咱有这个活命，咱感恩，咱嘛知影用感恩，咱就爱来好好经营，来回应这个主人，回应上帝。伫经营的时阵，主耶稣嘛甲咱提醒，人若得到全世界来丧失伊的性命，有甚物利益？要出甚物来兑换性命？你要出甚物来兑换性命？世间人一直想要起真悬的塔，国家想要起真悬的塔，这个塔。杜拜塔嘛讲几百公尺台北102是508，这杜拜嘛讲600几，听讲最近一个将军要1000个要造出来连伊的迄个雷达迄个塔，迄个拢算落去900多公尺迄实在真歹想象。世间人一直想要来经营，这款的经营想要甲踮这个世间赚搁较多，想要赚搁较多，但是要赚，你就爱望你的生理爱。生意兴隆，事事拢都爱顺利，对无？毋则有可能会当趁甲遐尼多。但是耶稣甲咱讲，咱若趁遐尼多，来丧失性命，安尼就无彩啊。所以咧经营的时阵，爱会记得这个经营的要紧到底伫倒位啊？经营什么项最划算？经营多一项通算的好啦？要影响你做投资，要甲积资，要甲赚起来。到底我来赚什么？我得什么？我积住什么？伫这个所在，咱看到提摩太前书第4章第8节，保罗甲咱提醒：独敬虔。要经营，要赚性命中间，同样建议甲咱讲有这个敬虔的态度，对伫性命这个敬虔的态度，这个才会当互咱伫现时甲将来的活命，拢有应允，拢得到应允。所以，咱伫经营的时阵，咱都要常常去想着讲：我做这项代志，我到底赚着什么？我到底会当赚着什么？毋但为着家己赚着什么，佮为着子孙赚着什么？为着子孙赚什么？这个是咱爱看到生命中间要紧功课的经营。所以，同尾一项，第4项，咱要看到咱的生命。既然领受了这个生命是上重要的一个因素。那安尼，咱有甚物款的态度呢？再来甲咱分享的，就是有一个敬畏。已经讲到啊，经营的时阵，要有一个敬虔的元素伫咱内面。诗篇这个所在讲，我要感谢你，因为我受创造奇妙通行。你的作为，你的所做奇妙，这是我的心深知的。我知影你的创造真奇妙。所以面对这个生命，咱要有一个敬畏的态度。讲到敬畏，就互咱想到20世纪上伟大的一个医生，一世人前后51年踮伫个非洲。伊从5到75，所以咱知影伊活90岁，38岁去非洲，一直到伊安息前后超过50年。咱常常听到伊咧讲即个蓝巴伦，咱家己生命中间是毋是有即个蓝巴伦？咱称伊做是即款专个伫咧丛林中间的一医生，迄款会医治，甲咱踮伫咧所有的文明的世界要医治一个破病的人，完全无共款。迄个技术、迄个方法完全无共款。当咱咧讲到尊重生命、敬畏生命的时阵，就是对伊遮来，伊提出一款，伊踮伫咧非洲。同要紧的，伊毋是提出来，伊有足侪新的概念造出来，无论是伫医学界、伫音乐、伫神学，拢有真侪新的创作。但是同要紧，伊讲出来这项，互咱得到一个提醒。伊讲尊重生命，也是敬畏reverence 会尊重、敬畏这个态度。伊遮咧甲咱讲真正的文明啊，伊去遐发现讲。西方的世界一直想要将文明带到非洲去，但是伊讲这款的文明，毋是你的知识，也是你的能力有甚物成就。其实同样紧是心灵甲伦理的一个关系。心灵是毋是有日日换新？伦理的活动是毋是有日日换新？
这个真要紧啊！啊，若无到今仔日，我还有听到安尼讲，我真实的得罪，请这句真正爱讲，请你原谅。到今仔日2014年啊，我还听会到人咧讲，迄个烦恼安怎？点解台湾还有人安尼咧讲呢？哇！你感觉实在是足想要安尼涂骹乌一空撞落去哦。是咱的骨肉至亲，咱的同胞。点解台湾咱已经讲起来，咱已经进步到这款程度啊？啊，还有人迄款脱口而出来讲啊，是的，我有口无心，我讲骗笑，绝对心内爱改做。史怀哲甲咱讲，迄心灵若无伫你换心，伫伦理的活动顶头，你无新的眼光啊。所以你看这个人是罪人，我倒转去分别好歹的树遐去啊，袂去看到死命的树，无去看到活命的树，佫倒转去迄个分别好歹的树，甲咱遐一寡观念、一寡伦理的活动的模式，拍袂开啊，拍袂开，甲咱束缚掉。所以史怀哲在提醒咱，心灵甲伦理的换新，迄极其要紧。只有咱对一切的存在。一切生命的存在，无论伊是一丛树哦，是花草、动物，还是人，拢有存这款敬畏甲尊重的态度。这才会当讲咱是文明的世界。这才会当讲啊，这是对伫踮伫非洲的史怀哲伊所甲咱讲。所以生命中间有侪欢喜、快乐，还是苦痛，咱拢都爱甲人做阵去感同身受啦，对无？甲人去体会感同身受，然后和谐相甲斗阵，无凊彩去压制还是损害这个生命，包括家己哦，包括家己嘛，包括别人，尽力维护促进所有活命存在的价值，啊，尽力互这个活命存在的这个价值会当显明起来。史怀哲捌讲过一句话，伊讲除非咱好好啊款待一切的生物存在受造物，啊，若无人类永远无和平。毋是干那人甲人、国家甲国家哦，包括所有存在，遮会受创造的物件，咱爱好好款待，啊，若无人类永远无和平啊！每一个存在拢有伊极其要紧，要应跟上帝所在，毋通看轻伊，何况是人。所以这是咱咧讲到敬畏的中间。这个敬畏毋是单独一个生命的存在，你若拄安尼注意看起来，伊一直咧强调伫关系、伫伦理的中间，这本来就是基督教信仰的中心点。基督教信仰若要讲一字，咱常常会讲迄字是啥？迄字叫做啥？若干那一个字要来叫做基督教信仰，爱叫做啥？就是听嘛。若用两字咧，基督教信仰若用两字来讲叫做啥？拢已经造出来，叫做啥？关系啊！对头到尾，基督教信仰一直咧甲咱讲关系，上帝三位一体的关系，上帝创造了甲人的关系，上帝创造人伫关系中间。咱逐礼拜咧读使徒圣经，会记得无？头前咧讲三位一体的上帝，三位一体的上帝上尾啊，迄句讲我信圣神到遮，三位一体结束。三位一体的上帝了后讲教会，我信圣。共同的教会，过来啥？圣道的相通 ，communion 迄相通，就是咧讲到一项。稳当伫关系中间，才有可能讲基督教信仰的听。所以毋是咱常常去听到迄句话啊，踮伫天堂遐吼，啊一大堆人拢要去，啊踮咧门口，啊这个是故事啦吼。啊若一斤3、5个少，真紧就pass通关就入去。啊，若一个吼，迄背包客足严格呢，一个家己来吼，迄个海关吼，天堂的海关足严的，足侪互拍转去呢。我讲安尼天堂哪遐落伍？人阮今仔日遮世界足侪国家拢嘛足欢迎自由行嘛，对无？背包客因咧创造的迄个利益真悬啊，为什么天堂遐落伍？对一个来吼遐尼严？因为吼天堂有一句话讲。听稳当伫关系中间，才有可能实践。一个人无可能经验听，一个人无可能去实践听。稳当是伫关系中间。啊，你若家己一个人上天堂哦，啊，你伫什么关系中间？
好，你伫什么关系中间？这毋是讲咱一个人袂当去，咱拢是家己一个人去啦吼。咱无烧酒安尼3、5个做阵去的吼。啊，毋过伊要甲咱提醒，基督教信仰咧讲的疼，稳当是伫关系中间，伫即个所在讲，咱叫做性命共同体。所以哥林多前书12章，保罗讲的咧吼真清楚，敢毋是啊？保罗咧讲到咱每一个人吼，咱看即个身躯拢看足习惯。所以你看到是可信度，你将来就袂讲可信度，会砖头安怎可信度？结果是讲伊那会遮散安尼啦，哦。顶礼拜去看一个迄个会友林密，林密敢若一工，为什么？因为伊的砖头砖架有一个砖架，叫做什么？多，无去甲注意，一直搞就想讲甲抹小护士。到尾规个竟然化脓肿起来，去医生是讲，这可能因为惊的引起蜂窝性组织炎，那真正蜂窝性组织炎要带1礼拜以上啊，我先甲留掉，临时就留入去入面安尼，感谢主有控制掉，医生嘛真紧，嘛无爱你带伤久吼，转去互你安尼药阁继续转去食。我怎想讲，我敢若一骹砖头，你若无爱叫骹砖头去入面就好。规个人拢爱去入面呢，去到内面，为着迄个骹砖头佫着爱吊电梯拍，要注意安尼，规个人拢着爱入去。哥林多前书12章一直咧甲咱讲即个故事，一直咧甲咱讲即个故事。上帝互咱的听稳当伫关系中间，对咱的家庭，对咱的看守，对咱甲囡仔的关系，对咱的小组，对咱的团契，对咱的教会，到对咱的社区，到咱的国家社会。这就是咱所咧讲的，一个敬畏上帝的画面，稳当是对关系中间来进入，对关系中间来进入的时阵，咱才会当看到真正的疼是有切起来哦吼，疼有切起来，然后迄个牺牲带来的成全呐。顶礼拜碰到一位姊妹，才50外岁，伊的先生60岁生日。所以有2个后生，因讲好，我迄天要踮咧厝食饭，所以前就已经去买肉、买鱼啥，放咧冷冻库。所以迄天早起伊就先甲冷冻的物件甲摕落来，鱼牛肉啦啥拢甲摕落来因为迄天暗时要食，摕落来了，下晡3点外，伊就鱼开始，伊就家己料理肉啥就开始来创。5点外，先生也袂转来，后生先转来。大汉的咧上班，细汉的咧读册，后生先转来，嘛知影讲今仔爸爸生日，所以较早转来，所以上班的未6点就转来，读册嘛较早转来，转来了后，妈妈当然就讲，等下暗顿食饭爱搁传啥，恁较想要食啥？鱼肉啥等等拢已经咧料理搁有想要食啥？囡仔讲一句话，我们去吃火锅好不好？咱来食火锅好无？咱遮做爸母的拢知影食火锅安怎？迄菜有清气无？咱嘛是去食啦399吃到饱，迄叫做啥？强棍咱拢知迄菜。我来到遮已经7个月啊，华龙街口同有名迄2档叫做啥？天不辣甲臭豆腐。我靠，即摆毋捌食过呢。为什么？因为搬厝迄天，就看到臭豆腐的。泡菜安怎做？就伫遮啦，就伫啦。毋哪听到就伫遮。迄天就开始看高丽菜，真正真人一人来了，即摆大面汤落去，即摆就囥这囥迄，灼安尼我想嘛是着爱找一工来食，听讲真好食有影。囡仔甲咱讲要食火锅，鱼肉拢摕落来即个54岁妈妈，我咧看伊心情什么款？几工前就开始准备啊呢，对无？就今仔日恁爸爸恁先生60岁生日，足想要甲囡仔聊上。关系比食饭较要紧，毋通去烦恼食什么、穿什么，但是你爱去想的是，你要安怎甲囡仔，要安怎甲囡仔说服。讲吼，踮咧厝诶，
就料理准备好啊，对无？咱吼有的人吼，拢有一片，咱这个年纪加减拢有一片。咱有一个医生吼，有一个兄弟医生足够老吧，互咱知影。啊，有的人吼足够安怎？咱到这个年纪，因为咱家己自家，咱拢会晓做。啊，囡仔甲你讲要食火锅，啊，无你嘛讲来食，爸爸60岁生日，无来嘛食一个较有水准的，讲食火锅。我妈妈讲，伊听伊咧讲见证，伊讲，应该迄话啉掉，好吧？啊，你就把甲迄落鱼甲放按冷藏室落去，唔好搁放冷冻，有诶已经做一半吼。等爸爸转来食火锅，关系比食什么比穿什么较重要。当然袂去逐工安尼啦，迄是拄我60岁生日，60岁啊，60年才一摆对无？哦，唔通想讲啊，囡仔啦，则无我体贴我都已经准备好啊。会记得咱一开始咧讲，伫花莲火车站，迄个原住民的查某囡仔伫卖小米酒，有无？伫咱的生活中间有真侪功课。其实上要紧的性命本身，咱人甲人相处，迄个关系极其要紧。啊，这嘛是上重要做关系爱经营的功课。过来，咱讲到时间；过来，咱讲到咱的工作；过来，讲到咱的看守；过来，咱要讲到咱的家庭；过来，讲到咱的亲子关系；过来，咱要讲到有真侪拢是关系对上帝领受的。啊，到底我安怎来经营这部分？这个原住民的查某囡仔，伊讲他们咧卖小米酒，阮的心安怎真软，但是阮的肝真甜。这毋是干那原住民哦，其实咱想看卖，咱可能拄好倒病，咱的肝较健康，但是咱的心安怎？啊，你要爱多一款？咱当然讲，我要2款拢软的吼。有影，我嘛毋望咱两款拢软，恳求上帝帮助咱，伫个尊重性命这个功课，毋通干那尊重别人，包括家己。天父上帝无爱咱物质啦，对无？我嘛咧努力想讲，互家己食好，因为天父上帝无爱咱艰苦物质。即马你所话拄啊，提摩太前书第4章保罗的提醒，咱若伫敬虔顶头，伫敬畏上帝顶头，敬畏性命顶头有认真的时阵，咱的确会得到现在、即时甲将来活命毋茫哦，毋是干那将来活命茫，包括现在哦，包括现在。所以现在要安怎来去领受为着性命来感恩、来学乐？恁家己当去想看觅，我踮咧日常生活中间我安怎？啊，过来，这物件爱讲出来，甲你的囡仔讲，甲你的士大人讲，甲你厝内你碰会着的人讲。啊，若无迄个感恩甲学乐放喺心内无准算，吼，就要至少甲厝内人讲，过来，咱用什么款敬畏的态度来享受性命？上帝互咱即个活命是要互咱来享受。啊，咱毋通定定甲想了讲哦，所以好好食物件，我就去食。人甲我报讲倒一搭自助餐，哦，物件佫多，啊佫俗，吼，讲个七九九讲叫做俗啦，吼。啊，讲在你食，咱都食无多嘛，要食较。all you can eat 哈，毋是干那享受这个，更较要紧，享受生命中间迄个平安甲喜乐，迄个欢喜，互相的激励，对无？迄款的喜乐吼，实在是无法度用其他来取代。咱安怎去享受生命？上帝互你的，你有享受到什么？甲人分享，稳当爱讲出来，包括你的看守你的囡仔，你稳当爱讲，分享的喜乐怎么样？加倍多，分担会重大，特别轻；分享会喜乐，加倍多，分担会重大，特别轻。毋通惊迄甲讲，有需要大倒的代志，毋通惊讲。我大家咱拢足客气，讲啊毋好讲啦。到时就迄落哦，惊迄讲安尼，人都爱过来看，过迄落无。甲人分享，甲人讲同样紧，要互喜乐加倍，要互重大。减轻，咱当心来祈祷。里面的主听堂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所享受阮的活命极其通惊、通敬畏。恳求主你引带怜悯，互阮会当伫即个领受极其宝贝的生命中间，
来经验感恩阿罗日日甲主亲近，嘛享受你所予愿极大的福气。我安尼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恳求啊。